北极圈有萨比族，这萨比的文化语言甲台语真相像，在历史上因为受到歧视，传承碰到真侪困难。就是这对挪威来的萨比艺术家叫做马汉士，伊1979年捌来到兰斯，对台湾印象真深。这40多年期间，继续结合台湾原住民甲萨比文化做艺术的创作。顶礼拜马汉士也登来到台湾，目前在咧文化大学举办展览，带观众朋友来看伊故事。原住民学生当咧以家己的母语唱歌为展览开幕。文化大学的主持有一场展览，是展出萨米人艺术家马汉士的作品。马汉士伫1979年捌到兰斯，受到当地原住民热情的招待，留下真深的印象。伊伫这几年期间，甲台湾原住民的文化、甲本身萨米人的文化结合，创作了侪作品。Taiwan can give inspiration to foreigners. Then Taiwan should be happy that this is the case, because not every country you go to, you are welcome. 马汉是50年前到台湾拍的所有的照片，都把它记录下来、洗出来。然后还有这50年间，他因为来台湾以后受到了一些文化启发，带回去挪威之后再做的创作。马汉士当咧唱的是以北萨比话甲萨比人特殊的唱调所编的传统歌谣。马汉士也是长期注心咧传承甲保存萨比母语甲文化的人。Because every people and every language have the right to survive. So not being allowed to do that i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. So for me, it's natural to oppose such attitude. 展览现场展出的作品有真侪款，除了摄影甲画作，阁有木板雕刻画等等。也那马汉士伫咧24，也要阁一摆登去兰斯，找出伊几十年前到兰斯的基地。伊讲兰斯就亲像伊的第二间厝共款。记者郭文定随台北报道。